業主一降再降，而家90.08萬就可以買到一間雅居樂樂丁山115方嘅3房2廁，而且仲係朝南向，又係高樓層喎，佢係可以睇到別墅景嘅，景觀係比較舒服嘅。咁佢係啱啱裝修好，一日都冇住過嘅。咁呢個大廳開間咧係去到3.6米嘅。咁親客一睇後，翻到餐廳位呢一邊咧，佢個空間都係比較大嘅，後期擺個大硏台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對面咧就我哋一個 U 字形嘅廚房啦，可以擺得到一個冰箱嘅。咁呢一個戶型咧有贈送面積嘅，因為佢贈送咗個入戶嘅面積嚇。咁呢個係雙區嘅子母門，一入嚟咧業主都幫我哋做咗個屏風嘅。咁呢一邊咧都可以後期做個細細嘅陽台，洗衣機同埋熱水器咧就可以擺翻呢一邊啦。咁呢一間房咧之前係放103萬嘅，咁業主而家直降10幾萬後，而家90.08萬就可以攞低呢一間啦。如果對呢間房感興趣，歡迎揾大話實地睇房。